大家好，我係樂。大家好，我係莎莎。係點解今日過嚟睇呢個盤啊？因為呢度有個盤真係好筍啊！有幾筍先？既然叫得到佢筍盤，肯定係有佢個人之處啦。首先係個平，第二個咧其他單位冇嘅，或者甚少有嘅。第三咧係樓下肯定係成熟，大到酒樓，細到奶茶店、美宜街一應俱全。就係我身後呢一個93平方，送埋114平方大平台，呢個114平方係唔計入房產證面積嘅。意思就係你只需要首期13個，月供3050，稅費8500就可以入手呢個3房2廳2衛送114平方超大平台。如果你出租可以租到2000，即係你只需攞13個，月供只需1050就可以擁有呢個稀缺超大戶平台。好多人中意大平台，但又會擔心落雨會有積水，同埋有人響路上抌垃圾落嚟。既然我介紹得到呢個筍盤俾大家，肯定係同大家有實地考察多幾日，覺得筍先會介紹俾大家。首先係積水嘅問題，呢幾日大家都知道中山落大雨，導致好多地方都水浸。咁我哋依家可以睇到地面係濕嘅，但係冇積水，皆因開發商考慮到積水問題，所以響位置整咗一個引水渠，等3個地方都裝咗排水口。所以見到，就算呢幾日落大雨，都完全唔會擔心有積水嘅情況出現。咁垃圾問題更加唔需要擔心，從業主買咗到依家一直都冇垃圾出現過。所以可以睇到路上業主素質非常好。如果你仲係擔心嘅話，可以向角落嗰度裝一個24小時監控，對住路上，咁邊個抌垃圾你都一清二楚。好多人會擔心買大平台會有人從呢個位置入到去，咁我哋開發商咧係好體貼嘅，佢喺呢度做咗一個護欄，咁入到嚟咧係我哋一個入戶花園。入戶花園佢嘅闊度係有1.3米，長度係有2.6米嘅。呢度可以做翻個鞋櫃，呢度咧可以拆咗佢，出邊做一個陽光花房。入到嚟到我哋呢一個客廳，佢嘅開間距離係有3.3米嘅。咁我哋可以喺呢度放翻個梳化、茶几、電視櫃。睇下我哋嘅梳化可以放到幾大？我哋已經測到佢嘅長度係有3米嘅。咁我哋放一個係2米嘅梳化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咁跟住到嚟到我呢度係有3.3米嘅一個陽台嚟嘅，順住出嚟係一個114平方嘅大平台。過嚟睇睇我哋嘅餐廳同埋廚房。呢度嘅位置係有少少細，放一個4人嘅餐台係冇問題嘅。過嚟睇我哋呢個 U 型嘅廚房，睇睇呢度放一個洗衣機當埋衫冇問題嘅。跟住出嚟睇睇我哋嘅房間，呢個長度咧係2.6米嘅，闊度咧係2.9米嘅。呢度做一個2米嘅大床係冇問題嘅，但係咧你要靠近嗰個飄窗。因為咧，我哋要預埋衣櫃嘅位置，咁呢個衣櫃位置可以做到幾大咧？我哋已經測到啦，可以做到1.6米嘅。過嚟到睇我哋嘅洗手間，呢一邊係我哋嘅兒童房，佢長度係有2.6米嘅，闊度咧係有1.6米。然之後咧，喺呢度可以做一個榻榻米，你要連住埋飄窗呢度，顯得比較大。呢度咧做翻一個書台，你睇下我哋嘅主人房呢邊咧就係我哋嘅洗手間位置。呢邊咧一個大空間係有3米嘅，呢邊咧闊度係有2.9米嘅。咁我哋呢邊咧可以放翻一個2米嘅大床，靠埋呢個飄窗嘅位置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要預埋一個做衣櫃嘅位置。呢個衣櫃位置可以做到幾大？我哋已經測到啦，係有1.8米嘅。咁跟住我落嚟去到我哋嘅花園同埋佢嘅商業配置。OK，入住率非常高，因為周邊入住咗大順時尚家園、美林春天奇港小區、幸福匯、中旅彩虹等等其他成熟配套小區。無論商業繁華、交通便利、學校師資力量都非常齊全，可以講你無論自住或者出租性都係非常高。步行5分鐘就嚟到我哋翠丁奇港市場，而且係海鮮水產綜合市場。呢個就係我哋嘅繁華地段，食飯睇戲乜都有，跟我過嚟睇睇。
的点赞关注哦。